大家好啊！我今日整咗焗銀鱈魚，材料有銀鱈魚一條，咁我就用咗魚尾嘅部分，比較肉多又冇乜骨。如果大家買唔到銀鱈魚尾，可以用中間嗰啲一件件銀鱈魚扒代替。咁我哋洗乾淨，去咗鱗之後，就用廚房紙慢慢輕輕力印乾水分。如果大家喺冰箱拎出嚟呢，就要預先解咗凍先啦。好啦，印乾完水分之後，我哋就要將佢，因為太厚啊，用個鉸剪呢輕輕剪開幾下，等佢容易快熟裏邊。剪完一面，剪埋另外一面。好啦，剪好咗之後呢，我哋就撒上啲鹽，落完鹽就要落蒜蓉同埋牛油，輕輕撈勻佢，撈好咗慢慢搽上魚身上面。正話我哋喺魚身上面輕輕界咗幾下，可以方便入味又快熟。咁搽完一面，我哋搽埋另外一面，好似正話咁樣，慢慢咁樣搽落去，搽勻晒魚身。咁我哋可以擺埋一邊，陣間拎去焗。咁陣間我哋會焗銀鱈魚嘅。咁另外我又中意食粟米喎，所以我就有新鮮粟米切開咗幾件細細件咁樣，用錫紙包埋。之後我哋預熱咗個焗爐180度，跟住我哋放埋材料落去，用180度焗佢20分鐘。話咁快就焗好咗啦，聞到陣陣嘅蒜香味。今日為大家介紹嘅焗銀鱈魚，話咁快就完成啦。賣相都唔錯㗎，睇到金黃色，表面外皮有啲燶燶地焦香味，聞到陣陣嘅蒜蓉牛油香味。如果大家都中意呢類型嘅食譜，歡迎分享、讚好同埋訂閱我嘅免費頻道。咁我嚟緊下次一有新嘅影片，可以立即通知大家。銀鱈魚最大嘅好處就係肉質嫩滑，又冇乜骨，好適合兒童同埋長者食用，有多種嘅維生素同埋優質嘅脂肪。銀鱈魚有咁好嘅營養價值，一於今日就嘗試煮呢個餸啦。